用榫卯左右契合，收藏一个春天。在每一个春天，每一个明亮的季节，遇见你。这般神奇的设计让我着实羡慕。也许下一次，我应该去找郑爸爸拜师学艺。叔叔，这里的所有的东西不会都是您做的吧？是，这都是我做的。我交到了一个老朋友，对吧？是，真的，我就说我都多少年没有闻过木香味儿了。年轻的匠人们也在不断尝试对传统工艺的传承。辛苦准备了2个月，从闹市驶向大海。在离开陆地8公里的地方，他第一次见到大海，就化为了灰烬，像一颗辉煌的流星。自由拼叠，创意无限，就像无尽而美好。哔哩哔哩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朱亚文。由我参与的纪录片《爸爸的木匠小屋3》将于7月22日在哔哩哔哩独家播出。一人一木一心，放慢脚步，与我们一起打磨生活最美的样子。